在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习惯了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、情感和需求。然而，有时候我们却忽略了语言之外的另一种强大沟通方式——肢体语言。于是，我决定挑战自己，尝试一天不说话，完全依赖肢体语言来与周围的人交流。这不仅是一次有趣的实验，更是一场深入探索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交流方式的旅程。挑战的准备，设定目标。在挑战开始之前，我先设定了一个清晰的目标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不说话，并观察自己和他人的反应。我希望透过这个挑战，能更深入理解沟通的本质，并感受在无声的交流中，情感是如何传递的，让身边的人知道。为了让这个挑战更顺利，我提前告知了我的家人和朋友，让他们知道我将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不说话。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，有的人表示好奇，有的人则担心我会不习惯，但大家都给予了支持，这让我感到很安心。挑战开始，早晨的开始。挑战的第一天，我早早起床，准备好迎接这场冒险。早餐时间，我在厨房忙碌，为自己准备一份简单的早餐。当我在翻煎蛋时，家人走进来，试图询问我想吃什么。我用手指指向煎蛋，再比划了个好吃的手势，并用微笑回应。他们看到我这么兴奋，笑着点头，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意。趣味瞬间。早餐结束后，我带着一颗愉快的心情出门，准备迎接一天的挑战。在路上，我遇到了一位老朋友。他本来想问我最近怎么样，但看到我用手势比划住不说话，不禁愣住，然后笑着用手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表示支持。这时，我开始意识到，肢体语言在沟通中的力量是多么巨大。即使不说话，我们仍然能够通过眼神、表情和手势进行有效的交流。上午的挑战。我来到超市购物，这是我当天最担心的部分。平时我总是习惯用语言与店员沟通，现在却需要用肢体语言来完成购物。当我走进超市，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心中不禁感到一阵紧张。不过，当我开始行动后，情况变得轻松许多。我只注清单上的物品，并用手势请求店员帮助找到特定的商品。店员起初有些困惑，但看到我的表情后，也逐渐明白了我的需求。他开始用手指引我，这让我感到一种奇妙的默契。这一刻，我感受到无声的交流带来的力量，令我倍感振奋。午餐的乐趣。午餐时，我约了一些朋友一起聚餐。他们在座位上聊天，我则用手势加入对话。我用手比划住食物，模仿吃的动作，朋友们看得忍俊不禁，纷纷附和我的表演。有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：“看来你今天不说话，却比平时更有表现力。”我对此大笑，手指向胸口表示我对他说的话感到非常赞同。这样的互动让整个餐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透过肢体语言，我不仅与朋友们进行了交流，还让这顿午餐变得更加生动有趣。下午的反思。下午，我决定去公园散步，享受这个不说话的日子。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这让我感到无比放松。在公园里，我注意到许多家庭在享受着美好的时光。我看住一对父母与孩子玩游戏，他们用笑容和手势传递住无言的爱。我想到了自己平时在生活中可能忽略的那些细节。这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联系，尽管周围的人并不认识我，但我却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与幸福。晚上的挑战。回到家里，我决定和家人一起玩桌游。通常我会在游戏中经常发出评论和建议，但今天我必须完全依赖肢体语言来表达。游戏过程中，我用手势示意我的计划和策略，并用表情来反映每个回合的结果。
有一次，我在失败的时候故作惊讶，张大了嘴巴，然后用手扑打额头，让大家捧腹大笑。这时，我意识到，即使不说话，我的情感依然可以通过表情和动作来传递，这让我感到无比惊喜。挑战结束的感悟。在24小时的挑战结束后，我静下心来思考这一天的经历。虽然这段时间没有使用语言，但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沟通方式带来的快乐。肢体语言让我更加专注于对方的情感，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真实。我开始反思，生活中我们经常过于依赖语言，却忽略了非语言交流的价值。在这一天中，我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，因为我们用心灵交流，而不是单纯依赖于言语。接语，这次不说话的挑战让我收获颇丰，除了增进了与他人的默契，也让我意识到肢体语言的重要性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我们不妨偶尔放慢脚步，试着用非语言的方式与他人互动，探索那种更深层次的连接。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挑战，去发现生活中更美好的瞬间，去体验无声的力量。或许有时候沉默比言语更能传达心意，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真正的静谧。